2025年3月17號，香港商界大亨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創辦人李兆基先生與世長辭，享年97歲。呢位被稱為亞洲股神、香港地產大亨嘅傳奇人物，佢一生跌宕起伏嘅商業傳奇同深厚嘅愛國情懷，令全港甚至全球都為之震驚同惋惜。不過，就喺佢離世之後嘅葬禮上，突然爆出咗一場微笑門事件，將原本應該莊嚴肅穆嘅告別儀式推到咗輿論嘅風口浪尖。根據香港多間媒體報道，4月27號，李兆基嘅葬禮喺香港殯儀館舉行，現場莊嚴靜穆，200位高僧齊聲誦經，靈堂內金碧輝煌嘅佛像一排又一排。然而喺呢場本應充滿哀傷嘅葬禮上，李兆基嘅細仔李嘉誠竟然被拍到面帶微笑，甚至喺靈堂外大笑嘅相片。呢個行為迅速喺網上引發熱議，成為全港關注嘅焦點。李兆基先生1928年喺廣東順德出世，出身商人家庭。佢自細喺屋企私塾接受教育，7歲嗰陣就經常去佢阿爸嘅銀號鋪頭食飯，對生意耳濡目染。12歲嗰陣，佢已經熟練掌握咗睇金、化金、熔金嘅核心技術同知識，成為順德無人唔識嘅神童同黃金奇才。1948年，年僅20歲嘅李兆基取住1000蚊隻薪嚟到香港闖蕩，利用自己熟悉貨幣兌換業務嘅優勢，喺幾間銀鋪掛單做買賣外匯同黃金嘅生意，賺到咗第一桶金。之後，李兆基嘅商業帝國逐漸崛起，佢同馮景禧、郭德勝等人合作，成立咗新鴻基企業有限公司，並首創分層出售、分期付款嘅售樓模式，喺香港地產界掀起咗一場革命。1972年，李兆基辭去新鴻基總經理一職，只留任副主席，並獲得大約值5000萬蚊嘅地盤同物業。同年，佢創立咗恒基兆業有限公司，開始咗自己獨立發展嘅輝煌時代。喺李兆基嘅帶領下，恒基兆業迅速崛起，成為香港甚至亞洲嘅地產巨頭。佢唔止喺地產領域取得咗巨大成功，仲涉足金融、能源等多個領域，財富亦都水漲船高。1995年、1996年、1997年，李兆基連續3年登上福布斯華人首富寶座，財富一度高達2150億港元。不過，同商業上嘅輝煌相比，李兆基喺慈善事業上嘅貢獻同樣令人矚目。佢一生以愛香港呢片土地，心繫祖國發展，多次捐款捐物支持香港同內地嘅教育事業、醫療事業同慈善事業。佢曾經向清華同北大各捐咗2億蚊，設立咗獎學金，鼓勵學子們好好學習，仲創辦咗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專門幫助中國中西部貧困地區發展教育。每當同胞遇到困難嘅時候，佢總係第一個站出來慷慨解囊，伸出援手。汶川地震嗰陣，佢二話唔講捐款就超過咗5個億。然而，就係呢樣一位傳奇人物，佢離世之後嘅葬禮竟然因為一場突如其來嘅微笑門事件而蒙上咗一層陰影。根據現場目擊者透露，4月27號，李兆基嘅葬禮喺香港殯儀館舉行，現場莊嚴肅穆，嚟弔唁嘅人一個個都着住黑衫，面色十分嚴肅。然而，就喺呢種氛圍下，李兆基嘅細仔李嘉誠竟然被拍到面帶微笑嘅相片。呢個行為迅速喺網上引發熱議，網友們紛紛質疑李嘉誠對阿爸離世嘅態度係咪過於輕浮。隨着事件發酵，更多關於李嘉誠喺葬禮上嘅細節被曝光。有媒體報道話，李嘉誠唔止喺靈堂內面帶微笑，甚至喺靈堂外仲同友人談笑風生。呢個行為徹底激怒咗網友同媒體，佢哋紛紛指責李嘉誠對阿爸唔敬同冷漠。面對外界嘅質疑同指責，李嘉誠方面並未做出正面回應。然而，呢種沉默反而更加激化咗網友們嘅憤怒同不滿。佢哋紛紛喺社交媒體留言表示對李嘉誠嘅失望同譴責，甚至有人呼籲李嘉誠應該公開道歉並解釋自己嘅行為。隨着微笑門事件持續發酵，更多關於李兆基家族內部嘅秘辛被曝光。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李兆基離世之後，佢哋家產爭奪戰已經悄然拉開序幕。李兆基一生有3女2子，其中大仔李家傑同二仔李家誠係最有力嘅家產爭奪者。不過，因為李兆基喺遺產分配上做出咗一個反常規嘅決定，將財產平均分俾2個仔，並俾佢哋共同管理公司，導致咗2兄弟之間嘅矛盾同爭執。根據知情人士透露，李家傑同李家誠喺性格同經營理念上存在較大差異。李家傑沉穩大氣，做事低調，而李家誠則中意玩樂，風流倜儻。呢種性格上嘅差異導致咗佢哋喺公司管理上嘅分歧同矛盾。尤其喺李兆基離世之後，呢種矛盾更加激化。有媒體報道話，李家傑同李家誠喺公司管理上嘅分歧已經影響到咗恒基兆業嘅正常運營。佢哋各自為政，互不相讓，導致公司決策效率低下，業績下滑。甚至有傳言話，2兄弟已經暗中較勁，鬥得你死我活。除咗2兄弟之間嘅矛盾之外，李兆基家族內部仲存在其他矛盾。根據知情人士透露，李兆基嘅太太劉慧娟喺離世前同家族成員之間嘅關係並不融洽。佢因為熱衷參與公司事務且同李兆基意見不合而離異，之後一直獨居生活。而李兆基嘅女仔們亦都因為家產分配問題而同兄弟產生咗矛盾。為咗還原李兆基葬禮上嘅真實情況，我哋特意採訪咗幾位現場目擊者，佢哋向我哋描述咗葬禮上嘅種種細節同氛圍。一位現場目擊者話我哋知，葬禮當日香港殯儀館外擺放咗大量向李兆基致哀嘅鮮花，靈堂內莊嚴肅穆，200位高僧齊聲誦經為李兆基超度。嚟吊唁嘅人絡繹不絕，佢哋一個個都着住黑衫，面色嚴肅咁走進靈堂向李兆基遺像致哀。然而，就喺呢場莊嚴肅穆嘅葬禮上，竟然發生咗啲令人意想不到嘅嘢。根據另一位現場目擊者透露，喺靈堂內李家誠嘅表情一直比較輕鬆，甚至有啲微笑。呢個行為引起咗周圍人嘅注意同議論。而喺靈堂外，李家誠更加係同友人談笑風生，完全冇一絲哀傷嘅情緒。除咗李家誠之外，其他家族成員嘅表現都引咗外界嘅關注。根據現場目擊者透露，大仔李家傑喺葬禮上一直保持住沉穩大氣嘅風範，佢着住黑衣黑褲，表情嚴肅咁走入靈堂向阿爸遺像致哀。就算遇到熟人，都只係簡單咁點下頭示意，難掩面上嘅悲傷。而佢嘅太太徐子淇更加係哭到花容失色，就算戴住口罩，都可以從佢嘅眼神睇到深深嘅哀傷同憔悴。另外，仲有啲政商學界知名人士都嚟到葬禮現場吊唁李兆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鄭雁雄、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等人都親自嚟到致哀。佢哋嘅到嚟為呢場葬禮增添咗幾分莊重同肅穆。為咗揭開家產爭奪戰背後嘅真相，我哋特意採訪咗幾位恒基兆業嘅內部人士，佢哋向我哋透露咗啲唔為人知嘅內幕消息。一位恒基兆業嘅資深員工話我哋知，其實李家傑同李家誠之間嘅矛盾早就存在咗，只不過以前老爺子喺世嘅時候仲可以壓住佢哋啲，而家老爺子走咗，佢哋就開始明爭暗鬥啦。根據呢位資深員工透露，李家傑同李家誠喺公司管理上嘅分歧主要體現喺投資方向同風險控制上。李家傑主張穩健經營，注重風險控制，而李家誠就中意冒險投資，追求高收益。呢種分歧導致咗佢哋喺公司決策上嘅矛盾同爭執。另外，仲有位內部人士向我哋透露咗個更加驚人嘅消息。我聽說李家誠其實對老爺子嘅遺產分配唔滿意，佢一直覺得自己應該繼承多啲家產先啱，所以而家老爺子走咗，佢就開始暗中較勁啦。隨着呢啲內幕消息嘅曝光，家產爭奪戰背後嘅真相都逐漸浮出水面，讀者們紛紛話對呢場豪門恩怨充滿咗好奇同關注。隨着微笑門事件持續發酵同家產爭奪戰逐漸升級，
李嘉誠嘅微笑背後都引發咗越來越多嘅爭議同猜測。有網友表示，李嘉誠喺葬禮上微笑，肯定係因為佢終於解脫咗，以後唔使再睇阿爸面色做人啦，佢係樂到開花啦。而另一啲網友就話，李嘉誠嘅微笑背後肯定藏住更深嘅秘密，佢可能係因為喺遺產分配上撈到唔少好處，所以先咁開心嘅啦。除咗網友嘅猜測之外，仲有啲媒體同專家都對李嘉誠嘅微笑進行咗解讀同分析。一位社會學家話，李嘉誠喺葬禮上嘅微笑，可能係因為佢無法接受阿爸離世嘅事實，而選擇咗一種逃避嘅方式。佢用微笑嚟掩蓋內心嘅悲傷同痛苦。而另一位心理學家就話，李嘉誠嘅微笑可能係因為佢內心深處對阿爸有複雜嘅情感，佢既愛又恨，既敬又畏。呢種複雜嘅情感導致咗佢喺葬禮上嘅表現異常。隨着微笑門事件持續發酵同家產爭奪戰逐漸升級，李兆基離世之後嘅家族紛爭已經成為全港關注嘅焦點。呢場豪門恩怨唔止牽動咗無數人嘅心弦，仲引發咗社會各界嘅廣泛關注同討論。喺呢場家族紛爭裏面，李家傑同李嘉誠成為咗最受關注嘅人物。佢哋之間嘅矛盾同爭執唔止影響咗恒基兆業嘅正常運營，仲損害咗家族嘅名聲同聲譽。而佢哋嘅阿媽劉慧娟同家姐們都因為家產分配問題而同兄弟產生咗矛盾。為咗平息呢場家族紛爭，恒基兆業方面已經發表聲明話會盡快解決家產分配問題，並恢復公司嘅正常運營。不過呢場紛爭嘅解決並非一朝一夕嘅事，佢需要家族成員之間嘅協商同妥協，亦都需要社會各界嘅支持同關注。喺呢場全港大戲裏面，我哋唔止見到豪門恩怨嘅複雜同殘酷，仲見到人性中嘅貪婪同自私。不過喺呢一切嘅背後，我哋更應該睇到嘅係李兆基一生所倡導嘅誠信、勤奮同愛國精神。佢用自己嘅行動詮釋咗咩係真正嘅成功同幸福，亦為我哋留低咗份寶貴嘅精神財富。